近日 Brisbane 嚟咗一場50年一遇嘅巨型颱風啊，佢個降雨量比香港嘅黑雨仲犀利啊！12小時內錄得驚人嘅858毫米嘅降雨量啊！除咗多處停電導致昆士蘭州嘅經濟癱瘓之外部分區更加出現水浸啊！我知道喺當地買咗屋嘅朋友一定係非常關心噶啦。今集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個颱風對於昆士蘭州嘅經濟有幾大打擊，以及分析一下 Brisbane 樓市未來嘅走勢。自住嘅朋友應該點樣做？投資嘅朋友應該點樣部署呢？大家好，我叫 Alex， 歡迎收睇土 TV。如果你覺得我啲影片有用嘅話，希望你訂閱、點讚同埋幫我 share 出去，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一有新嘅影片會馬上通知你噶。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嘅話可能要重新訂閱啦。我先直接將個答案話俾大家聽。昆士蘭州 Brisbane 而家嘅樓價已經係水漲船高噶啦。而家嚟睇睇呢個颱風對於昆士蘭州帶嚟乜嘢影響。受到颱風影響昆士蘭州Brisbane 嘅經濟係停頓咗幾日噶，所有經濟活動都被停落嚟連超級市場都要被關閉，航空公司、運輸、物流通通都停頓。根據經濟專家嘅評估因此每日佢嘅經濟損失係達到10億澳元即係話呢個颱風閒閒地對 Brisbane 嘅經濟帶嚟100幾十億澳元嘅經濟損失，而且最麻煩嘅係有手尾跟受到颱風影響好多樹被吹倒導致路面阻塞，要恢復呢啲道路行駛除咗要花費時間之外仲要花費大量嘅金錢噶，係以數億澳元做單位噶。道路冇辦法行駛係會為昆士蘭州嘅經濟帶來持續嘅負面影響，當地嘅物價唔使睇噶啦，一定係會上升。除此之外部分嘅電力供應亦都受到颱風嘅影響50年一遇嘅颱風，佢嘅破壞力唔係講少噶。要回復嘅話如果你擺喺香港或者日本呢啲高效率嘅國家啦，問題就不大嘅。但喺澳洲要恢復嘅話佢所花費嘅時間同埋成本就會比香港同埋日本高好多啦，因為佢嘅工作效率低啦，而且人工成本貴，再加上而家喺 Brisbane 相關嘅技術員工係出現短缺噶，而最大嘅問題係呢一筆錢由邊個去埋單呢？亦即係話未來Brisbane 政府好大機會未必係可以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回復嘅呢啲損毀嘅道路以及相關嘅設施，咁因此會為當地嘅經濟必然帶嚟負面嘅影響。咁昆士蘭州係澳洲嘅農業大州，咁因此受到颱風嘅影響食品價格亦都係會上升噶。咁除咗係農產品帶嚟嘅經濟損失之外對於澳洲整體嘅食品價格係會上升噶。咁有觀眾可能會話冇問題佢哋要買保險噶嘛，咁等個保險公司嚟賠咪得咯。保險公司大把錢，最多咪全澳洲一齊嚟埋單。而家嚟講下賠償保險遇到嘅問題，同埋被損毀房屋嘅問題。因為好多屋除咗被颱風做到損毀之外亦都受到水浸噶。咁除咗保險之外澳洲嘅聯邦政府亦都要為呢場颱風埋單噶。咁佢哋要為受影響嘅災民提供最多13個星期嘅 recovery allowance。咁成年人會得到最多1000蚊每星期嘅 allowance 啦，小朋友係可以攞到400蚊澳元每星期嘅補貼。咁呢筆費用全部係由澳洲嘅聯邦政府埋單噶。保險賠償方面首先就係並唔係每個人都有購買呢個保險或者有購買足夠嘅保險噶。頭先講咗啦，呢個係一個50年一遇嘅巨型颱風，咁要視乎你購買嘅保險嘅 policy 而定啊。並唔係每一份保單都有包括呢個巨型颱風嘅賠償，咁因此部分受損毀嘅房屋如果佢冇購買相關嘅保險嘅話佢係唔會得到保險公司嘅賠償噶。另外保費嚟緊一定係會加噶啦，特別係針對Brisbane 嘅保費亦即係話如果你嘅物業喺 Brisbane 嘅話你未來所需要支付嘅保費有機會係會比澳洲其他州份高噶啦。
咁除咗房屋之外咧，好多車輛咧亦都被水浸啦。咁受到呢股颶風嘅影響啊，部分地區咧係出現水災噶，主要咧集中喺一啲河流附近嘅區域。咁其中咧包括 Brisbane Logan 呢個區。嗱，好多朋友啊喺買樓前咧都會問我一啲專業嘅意見㗎，因為我哋咧係有為客戶咧提供啊呢個買樓嘅資訊服務嘅，咁當然有收費啦。佢哋其中一個問題就會問我啊，喂，附近啊呢個區啊，我想睇呢個區啊會唔會出現啊呢個水浸嘅問題㗎？會唔會有呢方面嘅風險㗎？我就會幫佢咧睇下附近咧有冇河流啊，因為通常咧水浸咧只係會出現咧喺河流附近啊，而係特別係一啲低洼嘅區域。咁如果你本身嘅物業咧喺呢啲水浸嘅區域啊，而且係受到水浸嘅話咧，咁你就大鑊啦。咁所以喺澳洲咧，千祈咧就唔好慳嗰少少嘅保險費，點都咧會為自己間屋咧買翻份保險。嗱，假設如果你冇買保險嘅話咧，你嘅損失咧講緊係6位數字澳幣以上噶啦。咁就算你有買保險嘅話咧，咁間屋受到水浸嘅話咧，保險公司咧首先佢唔會賠足俾你噶。咁有啲地方咧佢唔賠咧係絕對咧都唔會做呢個賠償俾你噶。咁你間屋被水浸過啊，喂，好多時特別係一啲有木嘅位置咧，多多少少咧對間屋嘅嗰個使用壽命咧都會帶嚟一啲唔好嘅影響啊。咁雖然話你間屋咧就唔會即時倒閉啦、倒冧啦，但係咧你間屋咧被水浸過咧對佢嘅使用壽命咧都會帶嚟不良嘅影響啊，係會大大減低咧佢嘅間屋嘅使用壽命噶。同埋你間屋將來買嘅時候咧，你未來嘅買家咧當佢做呢個 inspection 時候咧，佢發現咧你間屋被水浸過咧，佢嘅出價咧都會比較低啲噶。咁好彩嘅話咧，今次嘅降雨量咧雖然係好高啦，但係咧佢嗰個持續嘅時間咧就比較短噶。咁因此咧受水災影響嘅房屋數量咧就係唔係特別多。咁而家嚟講下，如果你係自住買家或者投資買家咧，嚟緊對 Brisbane 嘅物業咧應該點樣部署？咁先講投資下啦。咁如果你嘅物業咧喺一啲河流附近嘅區域或者係一啲河流附近低洼嘅區域咧，我建議你真係好快啲買咗佢啦，因為你唔知幾時咧 Brisbane 再會嚟一次咧巨型嘅颱風或者係暴雨噶。因為 Brisbane 嘅氣候咧同我住緊嘅墨爾本嘅氣候咧係好唔一樣噶。Brisbane 咧係直接面對南太平洋，而墨爾本咧係有一條好長嘅山脈咧阻擋住來自南太平洋嘅颶風噶。咁墨爾本雖然亦都係面向大海啦，但係咧喺佢之前咧係有一個塔斯曼尼亞島咧擋一擋噶。咁因此咧墨爾本咧喺地理上咧即係起碼喺氣候上咧係會比 Brisbane 咧係優勝好多噶。咁受到呢場巨型颱風嘅影響Brisbane短期內經濟咧唔使睇噶啦，一定唔會好噶。咁嚟緊打算投資 Brisbane 嘅投資客戶嚟講咧，我建議你咧就唔好買啦，因為咧首先 Brisbane 而家嘅樓價咧已經係水漲船高啊，佢嘅 affordability 可負擔能力咧已經喺澳洲係數一數二差噶啦。咁所以咧想投資Brisbane 嘅客戶咧，我建議你咧都係睇下其他州份啦。咁就算你要買嘅話咧，記得嗱，重要嘅事情要講3次，千祈咧唔好買喺咧河流附近啦，特別係一啲低洼嘅地區。咁自住嘅買家又點呢？嗱，講真，除非你對 Brisbane 咧情有獨鍾，非買不可，盡量嘅話咧都唔好掂 Brisbane 啲物業啦。嗱，如果真係要買嘅話咧，嗱，首先就真係要避開嗰啲河流附近嘅低洼地區啦。而且咧買之前咧記得要揾專業嘅 professional 嘅 inspector 咧幫你驗清楚，睇下間屋咧有冇被水浸過。咁雖然話咧 Brisbane 過去幾年佢嘅樓市升幅咧嘅表現咧係的確咧係唔錯噶，但係咧我對Brisbane 未來嘅前景咧係並唔樂觀噶。咁特別係受到呢個颱風嘅影響啦，嗱，你睇到啦，經濟損失就講緊100幾200億澳幣啦。咁災後重建係會為Brisbane 政府帶嚟額外嘅負擔啊。咁目前Brisbane 州政府佢嘅債務係高達2100億澳元噶。咁本身要搞奧運會已經為佢帶嚟巨大嘅債務負擔啊。嚟緊災後重建只會令到Brisbane 政府嘅財赤咧係雪上加霜嘅啫。當 Brisbane 嘅政府嘅債務舉高不下咧，就會嚟緊出現幾種情況：一就係政府內部裁員，二就係減少喺 Brisbane 對嘅福利，咁第三就係未來一啲基建項目咧就會被削減。呢3個消息對於Brisbane 嘅投資嘅客戶嚟講咧都唔係好消息嚟噶啦。
而有別於墨爾本啊，嗱，首先墨爾本嘅經濟啊，佢嘅體量咧係多啊，Brisbane 啊足足1倍有多噶。咁再加上啊，墨爾本嘅可負擔性咧，比起 Brisbane 係高好多噶。而最重要嘅係啊，墨爾本啊天然地咧就被一堆山脈咧保護住啊，佢係唔會受到呢啲巨型颱風嘅侵襲噶。今集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感謝收睇Total TV，我哋下次見，拜拜。